未來2個月，香港保險要大變天了，特別係喺我深度測評咗上百款產品之後，竟然發現第1名嘅收益比第5名足足多咗600萬。如果你最近亦想買港險，咁我今日總結嘅最新港險排名榜單一定對你有用，即刻入嚟免費獲取資料。以30歲女生10萬連續教5年為例，第5名紅利紅字傳承，30年末現金價值260萬 ，IRR 6.06%，而且紅利嘅平均分紅實現率喺86%到109%之間，唔使擔心收益有水分。第4名安盛勝利30年末現金價值267萬，比恒利多賺7萬，支持8種貨幣轉換，非常適合常年喺外嘅朋友。第3名永明萬年青30年末現金價值278萬，收益好唔錯。第2名萬通富瑤傳承30年末現金價值亦都係278萬，預期收益6.31%，但佢回本速度比安盛更快，提領速度亦都係市場第一。今年交完，今年就能提領。榜單第1名超級港險，比第5名足足多領30萬，而且第30年 IRR 就已經達到咗天花板6.5%嘅水平，往後一直保持呢個水平，而且可以鎖定紅利，非常方便。呢款超級港險剛上架唔到，我冇辦法直接講名，馬上點擊連結幫你問到最嚴心水契計劃。